家好，我係黃金寶，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個單車嘅故事。單車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嘅工具同埋拍檔，亦都為我攞到彩虹戰衣。不過對於非洲嘅小朋友嚟講，單車亦都係佢哋嘅全部。自小失去父母嘅 Wendes， 每次同哥哥返屋企睇媽咪嘅舊相，都不其然會喊起上嚟。佢哋嘅眼淚，除咗代表對父母嘅思念之外，仲代表對未來生活無助同埋擔憂。雖然兩兄弟年紀細細，每日都要風雨不改行3個鐘頭去攞水，佢哋身上最貴重嘅就係呢件着咗好幾年嘅衫。返學對於佢哋嚟講更係一個奢想。好多人話上天會眷顧每一位小朋友，點解仲有咁多小朋友生活喺無助之中？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幫助之下，呢兩兄弟終於有機會返學校讀書。哥哥仲得到一架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送嘅單車，呢架單車成為兩兄弟嘅知己朋友，每日都陪佢哋攞水同埋返學，慳返嘅時間仲可以俾 Wendes 同哥哥一齊學習。喺不久嘅將來，希望見到呢兩兄弟喺單車場上為佢哋自己國家爭光，亦都希望佢哋攞到彩虹戰衣。